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明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的人选也未确定。日前表态要来参选的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到日本访问，回国了后来开记者会，讲伊选总统的2大条件甲3大方向。伊讲伊伫过去这1、2冬来，拢咧思考台湾的未来伫咧倒位，嘛咧思考中华民国需要啥物款的领袖。伊讲伊已经想好势咯。郭台铭伫咧谈话进前，阁来先唱国歌，宣读着国父的遗嘱。记者甲问讲，国民党传出就是要杀侯友宜出来选总统，是毋是有妨仙人跳的感觉？郭台铭笑笑也无回答。郭台铭讲，伊的民调最近一直咧唱悬，伊讲伊相信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会公正来征调着民调上悬的人。迄日开始讲话，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向国父遗像行礼唱国歌，虽然嘛宣读国父的遗言，展现中华民国派姿态。进前强势宣布要来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为日本党的台湾了后，伊可靠想法。大谈判的时代。安全与尊严并不对立。虽然是政治外行人，不过徛踮伫咧商场超过30冬。郭台铭讲，要台湾正做是科技岛。不过进前传出国民党内部也是想要让侯友宜出战，敢会感觉红仙人跳？郭台铭顺话尾来安尼讲。我太太在做这个问题，我最好不要回答。这开玩笑，我的回答是不会。我跟朱主席跟国民党的朱主席以及黄建年秘书长都有非常畅通的沟通管道，而且最近我的民调也一直在上升。我相信朱主席会很公正的征召民调最高的人。那呢，郭台铭、侯友宜配到定，敢有可能？朱主席能够为在大联盟找出最强的候选人，我充满信心。那含国民党内部讲了真顺，含郭文泰嘛真好参详。佮讲到郭文泰倒来台湾了后，会找时间去甲伊蒙提，毋过去美国、佮去日本，后一站敢会对前总统马英九的脚步去访问中国咧？我暂时没有这个计划，但是只要为中华民国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尽我的全力去推动、去执行。向支持者发声，这个电话民调爱会一概支持到底。嘛讲说落来会往中南部向各界大脑请教。国党的办公室是讲4月2日会有一场座谈会，是到郭台铭得直接面对各界声音。就算今麦党中央也会公布总统人选，不过郭台铭的动作不断，看得出伊有信心，嘛提家己上厉害经济牌，要来争做非立联盟内底上强的人选。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